由明德、彰明、安顺加金城4间国中15名的选手组成的台南市代表队，在113年永信银行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冠军。而且在过了21年以后，首度摕到代表咱国参加2024年美国小马联盟小马级亚太区青少棒锦标赛的资格。预计8月4号要来出国参加美国世界锦标赛。李立伟、陈廷辉加议员陈义丁、延爱达利等民意代表，上午嘛邀集民间企业共同观战，为选手来加油打气。我想这个参赛权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尤其睽违了21年，我相信我们更有力量，应该结合更多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来支持我们所有小选手能够前往美国。那我们知道拿到亚太区的代表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是当要进入到美国联队这样的一个比赛，我相信他需要的是更多的资源。尤其很多的家长现在都面临说，希望他的小孩子能够在国际间发光发热，可是又担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能够来协助他们到各国去比赛。所以我相信我们国家应该给予更多这样的一个帮助，不论是政府的能量，或是民间的能量，有更加多力量来协助的时阵，让咱优秀的少年朋友，还有我们的选手都能够出国比赛，为国争光。上午的观众仪式包括体育局长陈良谦嘛到场致谢，因为进前碍于出国比赛经费较无够，后来透过议员伫议会来提案，市府才编列了预算。针对这个比赛的经费要求市政府一定要充足，那也得到不分党派的这个附议那也要求说，市政府这个相关经费一定要编足，不要让这个选手出国比赛要担心经费的问题但是我想公部门的资源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啦那我们还是需要民间资源的挹注能够让选手出国无虞，能够专心比赛上午观众的企业有新顺、高飞英泽以及桃喜加露露建设。胜钱5金等，总共捐赠了40万。李学校甲球队嘛特别回赠感谢章甲签名球，希望会用让选手比赛无烦无恼，为国家来争取公赢。台湾队加油！台湾队加油！台湾队，台湾队，台湾队加油！加油！加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